那就是我姐，前辈记住了，别叫二姐，别提江宁。姐，哎，徐渭雄见过李先生，龙虎山一声剑来，振聋发聩。这事儿你都知道了，传这么快呢？这一路多谢先生护持，剑不错。这柄红螭就是为了送给先生。不用，姐，我那不缺剑，你的剑自己收好。晚辈只会剑术，不通剑道，这剑在我手里只是明珠暗投。剑是不错，养剑的功夫也足，只会剑术，过谦了吧？龙虎之后有剑无剑，对我都是一样的。徐渭雄，你这个做二姐的也别试探我。我答应过徐骁，让这小子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回北凉，就算在武帝城，这话也算。谢过李先生千金一诺。听说你欺负过江丫头？有这回事？瞧不上她？自古以来，婆媳姑嫂多不和，不见得那些婆婆嫂子都是恶人，无非是让女子记得自家夫君的好。江母走得早，这恶人只好我来当。这么说，你也觉得江丫头跟这小子能成一对？就他们俩，猪都能看得出。行，我本来打算替江丫头出气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没法动手了。不过话还是得说，徐渭雄，你资质不错，但还是比不过江丫头。听见了吧？这话跟你说呢。江宁剑道高低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将来富冈不振的又不是我。你这丫头倒是有趣啊！徐骁有你们这些儿女，真是他的福气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？知道我们要来？现在全天下谁不知道你的行踪？哪有那么招摇？有什么话，到我住处再谈。前辈，李先生，我和徐凤年有些家事商谈，你要是想听，没人拦得住你。那我就不去了。你这就不去？还是别去了。走。哎，神符借我用用。哎。今儿人这么少？今日是3年1度的学识考核，大家都不在学宫。考核不在学宫？像我这一批，今日该考堪舆，要去地废山，考究望气象地，点穴寻龙。你怎么没去？我不用考。为什么？教这一门的王继久，他跟我比过望气术，输了3次给我，之后这一门就不用再考了。你把老师给赢了？他拜我为师了。学宫没说什么？习惯了。什么叫习惯了？棋道、诗文、注经、书画、注游，这几门老师都输给我了。最近这几门课都是我在上。所以这些学生这么怕你？算起来，他们也得叫我先生了。读书能读成这样，姐，你也是没谁了。比不过你，千里迢迢去武帝城送死。老黄的剑侠在武帝城。世子来了。这又是谁啊？舟车劳顿你辛苦，我是你姐夫。并不是。现在不是，将来绝对是。你等一下。
世子第一次来上阴学宫，是没来过。有时间我陪你逛逛。上阴学宫流派繁多，有趣的地方有几个。很快要走，那可惜了，下次来提前说。哎，左边。别着急杀我，再了解了解。杀了之后再慢慢了解。世子见谅，再聊下去，姐夫就成死姐夫了。理解理解，贵姓啊？赵凯，有缘再见。又是个姓赵的。走吧。姐，这人有点意思。当我没说。紧赶慢赶，才赶上徐凤年到学宫。要说还是水路快啊。人呢？帮他解除出去了，身边没其他人。你不是要杀他吗？好机会。不能在学宫动手。这就是个疏远。我要是在这儿杀人，不就把名声毁了吗？那你过去试探还有什么意义？这里最安全，也只有在这里，李成刚才可能不在他身边。你过去盯着徐凤年，如果能听到他谈了什么最好，听不到也不将就。您呢？见李成刚。进来。前辈，徐凤年不是让你们待在船上休息吗？丰都绿袍还有传承下的时间。谁教你说的？有人想见你一面。人呢？就在屋后街道。这事，徐凤年知道吗？哼！李先生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得见，召开之幸。之前我想了又想，与剑神会面是不是该先聊些闲话，或是多客套几句？后来我觉得不用了，不如直接阐明本意，才算干脆。继续。我想杀徐凤年，想杀他的人很多，可是有您在，就没有人杀得了他。所以你来杀我。晚辈也不至于这么不自量力。自从知道是您陪徐凤年东行以来，晚辈读了不少前辈的往事。当年丰都绿袍是您亲手杀的，谁都知道。可我觉得您不想杀他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件事是您隐居多年的真正原因。
哪个老家伙告诉你的？前辈，我不知道徐骁给您提了什么条件，让您护住徐凤年平安，但我想我也可以提条件，求您网开一面，给我一个机会杀徐凤年。您知道吗？丰都礼包虽然死了，但是他的门派传承、同族后人依旧在这人间。一个小门派，这些年过得风雨飘摇，这些是他留存于今的唯一传承。我想，您应该想知道这个门派在哪儿，还有些什么人。如果我不答应，你就杀光他们。前辈，这可不是威胁。无论您答不答应，都送给您。哎呦，这么辛辛苦苦查到的，就这么给我了？这是诚意。说起来，徐凤年与您非亲非故，徐骁能答应的，我能做到；徐骁做不到的，我愿意帮您做到。你准备什么时候杀徐凤年？武帝城，就看您愿意给这个机会吗？你就住这儿，姐啊，你不是诸般乐器样样精通吗？怎么也不能把琴挂墙上，自己写点字画也好啊。老黄的剑匣一直在武帝城头，什么时候去拿都一样。你现在船头一转就能回北凉。等得久了，我怕老黄心慌。他已经死了。我会心慌。你回北凉，我替你去拿剑匣。姐，你拿不了的，要不是李剑神同行，我也拿不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天下两件事，最引人瞩目的是什么？一个就是李淳罡再领武帝城，所有人都猜他要与王仙芝再决高下，报当年断剑之仇。前辈和王仙芝没仇，断剑的事他没放心上。这一战会发生吗？有可能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代表或许是当时最强的两人一战。有传闻，邓太阿也在赶往武帝城。桃花剑神，王仙芝自称天下第二，从此人间便无敌。王仙芝、曹长青、邓太阿，这或许就是当时最强的三人。而如今李剑神重回陆地神仙之境，天下至强又多了一个选择。我肯定是支持李剑神的。邓太阿为什么赶往武帝城？观战。武学至终极之境，有飞升传闻。知道。据说龙虎山上任掌门齐玄真，最后就是飞升天界。飞升一事真假难辨，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：如果李淳罡与王仙芝全力交手，或者能打开天门，出现飞升之机。所以邓太阿是想趁这个机会飞升天界，而那时候你偏偏也在武帝城。我挺喜欢人间的，没打算飞升。这三人若是混战，谁能保准你的性命？就算是李淳罡，到时候也未必顾得到你。这就像是战阵冲锋，而你就是途中蝼蚁。生死只在顷刻，性命全靠天意。就这样，
你还是要去武帝城。我要去，道理我都懂。但是姐啊，就一个小问题，我不想成为徐骁那样的北凉王。姐，你放心，不管是王先知也好，邓太阿也好，只要李健身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如果早几年，我就直接把你绑回北凉。哎呀，哎，姐，你刚才说现在有2件事引天下注目，那另一件呢？当然是你家江泥和曹长青前往西蜀。天下都知道了。王都争斗，大乱将起。这大局终于到了这一步。你早有准备。不瞒你说，曹长青一行散布自家行踪，还是我求来的。徐凤年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当然是把事情闹大了。皇宫大内，你是天子内侍，不必跪外臣。起来。此刻陛下在见谁呀？宰父，这不该问。下去吧。是。来，下去。是。见过张宰辅。啊，陛下方才是在见你。陛下忧思国事，有些疲倦了。今日恐怕见不了张宰辅了。我的奏章，陛下看了吗？看了，看过了。那就该知道。自是体大，蜀地自古艰险，西楚一孽，大多潜入蜀地，各具刀兵，虽说麻烦，却终是千劫之机。可如今，曹长青携西楚公主奔赴蜀地，就是要将这些人归于一处。据传，已有近10路叛贼与之接触，眼看就是大乱之局呀！宰辅说的对。哎呀，姐，给你洗头啊。从小就这招，头发沾水就不好打你了是吗？姐，你是故意让江泥和曹长青大张旗鼓造声势，造给朝廷看吗？就知道瞒不过姐。理由呢？你觉得朝堂会如何应对啊？要平息西蜀乱局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北凉军西下。
蜀地再乱，也挡不住北凉铁骑。可是这法子，朝堂绝不会用。原因很简单，总不能让蜀地也飘起虚假战旗。真到了那一步，西蜀、北凉成犄角之势，天下莫能当之。宰父向来忌惮北凉，自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所以，最保险的办法，就是调顾建堂离京西夏。曾经的4大名将，如今除了徐骁之外，也就只剩下顾建堂了。顾建堂困守京城多年，若他西夏，你家江泥撑不了多久。你觉得会是他吗？他若离京，便是龙归大海，虎入山林。咱们这位陛下，可没这胆气。非常局势，当行非常事。换个思路想，顾建堂若能领兵，最坐立不安的不是京城，而是北凉。顾将军告病了。什么病啊？说是着了凉。着凉？哎呀，天下用到第一人也能着凉。哼，这种时候还想着自保。陛下怎么说？送了药，让他好好养病。好，不用顾建堂也行。我那奏章里还有一人可用，若调此人，定能平定蜀地。更重要，以其人之才，或能动摇北凉格局。将军，陈将军足下，西蜀叛乱寇边，余觉朝廷将派入蜀平息战乱，足下可请缨出征，余将于朝堂之上力荐足下，成为本朝第2个异姓王。不再受北凉王牵制。张巨鹿，亲笔。臣之报，军威极盛，名望愈隆，实为北凉军中第2人。若加封官爵，令他率本部前往蜀地平乱，北凉军中或将分崩离析，自相为敌。陛下也夸赞宰辅之策，老成很辣。既然如此，可尽快传召。无论北凉如何应对，军心都会生乱。只是陛下也有些顾虑啊。
什么顾虑？徐骁尚在，陈之豹未必敢接旨。未必，就未必这2字吗？终究，陈之豹是徐骁的义子，此种争斗，父子都有，何况义子？其中多少铁过枯骨，功名富裕就一壶，试问帝王将相系剖土，山上走土，民间水壶，几吞江山如虎，珍珠是虎。大将军，大将军回来了！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回来了！大将军，刚回来，正好赶上凑个热闹。哎，你们这是哪一出啊？练兵。练兵？是。赤后营分队列入林，林中交战。林子里事先也准备了一些别的比拼手段，这就是一种。啊，那输赢怎么算啊？赢了吃肉。大将军归来，如今已在林内。要不要去迎接大将军？哎，别愣着，继续来。大将军，您先放手吧。你们这儿人少，我不插手，你们肯定输。战场局势千变万化，人多人少都是天定。这是陈之豹的练兵法子？是。啊。这小子人呢？人在高塔，统观全局。好，你们继续，继续。是。哼，站那么高干什么？北凉之地毕竟兴许，陛下的意思是待徐骁死后再用宰辅之策，让陈之豹和徐凤年两虎相争。那现在呢？蜀地之乱总要有人领兵啊。有人提议啊，根据目前情势，未必动用大军。蜀地一直很乱，今日之事只是因为那个西楚公主。若是西楚公主一死，那些人毕竟还是一盘散沙。刺杀？正是。找一人杀了西楚公主，然后再从中斡旋，消弭乱局。曹长青在，怎么杀呀？怎么杀？我也不知。谁人提？不是我。哼。寒雕寺呢？寒雕寺。
无论朝堂怎么应对江泥的乱子，你呢？你是想从中得到什么？咱们这位陛下，最担心的就是天下再多出一个北凉，所以应对江泥的方法，其实只有一种。人心易变，相隔千里，你怎么就能认定朝堂的对策？你在京城有自己的眼线？不对，这办大事不能出错，对方绝不是小人物，不是眼线，是同谋。什么都瞒不住姐。能影响陛下定策的人就那么几个。再猜下去，可就猜出来了。你与人为谋，爹知道了吗？他不知道，你连爹也瞒着。总有一些事儿，想要自己亲手去做。所以去武帝城，也是你的谋划之一。不是，去武帝城就是为了老黄。需要我做些什么？你不问我想做什么了？前前后后串在一起，大概也就能猜到了吧。幸亏你是我姐呀。轩辕家的船，如今是我的了。船是你的没什么，别回头人也成你的了。这姐，我对轩辕清风没想法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江泥信就行。我过去玩忽好色都是装的，假的，你知道的。世子，乔姐，其他人呢？仓里。我记得今日应该是青鸟值守啊。他跟我换了。你院里那几个丫鬟都跟我不对眼，这是躲着我吧？哪有的事儿？你这就别装傻了。二姐，这又是谁？二姐，我是你素未谋面的弟弟啊！路上捡的，说徐小二他爹。终于见到二姐了，我又有家人了！啊！大哥，就送你到这儿了，一路小心。二姐救命！我不会游泳，大哥，大哥！菩萨，过来。二姐，救命！大哥，救命！我不会游泳，大哥。这是做什么？路上捡的，一雄一雌，雄的叫金刚，给黄马尔了；这只是雌的，叫菩萨，送给你。要它有什么用？这学宫里满口仁义道德，一个人多无聊啊，有他陪着不冷清。我喜欢冷清。他喜欢你。好，我先回了，等你消息。临别抱一个。二姐，大哥，救我！船上没什么事吧？没有，就是李剑神下过船。现在呢？回来了。行，那就起航吧。水里的捞不捞？大哥，救命啊！大哥！为什么呢？我到底说错什么了？我大哥呢？我去看大哥。等一下啊！
晾干了再说。还是收姐姐的最好。那你可看错人了，我坏着呢。徐凤年和我媳妇儿都去了哪儿？就在屋里说话，我不敢靠近偷听。我见李建神的时候，徐凤年没有出来过，绝对没有。那就好。李书芳怎么说？他该是答应了。杀徐凤年的时候，他不出手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人嘛，活在世上，总有牵挂。一代剑神答应的事情总不至于食言，他不出手，杀徐凤年就有了机会。哪里动手？还是武帝城。等到李成刚和王仙芝交锋时，我们再出手杀徐凤年。李书刚既然答应不出手了，怎么还要等交手时机？武帝城有12武卢，都曾是输给过王仙芝的顶尖高手，如今自愿留下来镇守武帝城。徐凤年上城头取剑匣，12武卢必定会出手。到那时，徐凤年身边的护卫无暇他顾，便是出手的最佳时机。徐凤年取剑匣一事，怕是假象。这位世子还真敢惹怒王仙芝吗？我觉得他会。一个纨绔，那是天下人看错他了。我觉得他跟我是一类人。哪一类？不甘命运，心有城府。走吧，去武帝城。前辈来了，稍等。轩辕家的信鸽，快到武帝城了，总要做些准备。前辈想看也无妨。这是什么？绿袍的族人成立了小门派，有人想杀你，用这个换我不出手。您答应了？我没说话，他以为我答应了。还能这么做？毕竟我是江湖前辈，在江湖混久了，学的也就多了。江湖好险恶呀！绿袍前辈的族人和后辈，您不关心吗？我亏欠的是绿袍，仅此而已。他的族人又与我何干？那徐骁又给了您什么样的条件，让您答应送我去武帝城？当我无处可去的时候，徐骁造了听朝廷，让我能远离江湖，直面自保。这些年来，我把自己关在听朝廷下，寸步未离。又是徐骁替我为绿袍扫墓上香，就因为这，已经足够了。赵凯怕是想不到啊，您心中所求平静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刚才没听到赵凯的名字，你怎么知道是他？你知道是赵凯要杀你？福将红甲也是他的，这一路刺杀，都是这位赵凯。所以我跟赵凯见面的事你也一清二楚。进来。前辈。原来如此。青瑶姐姐有鸽子。
看见了。咱们要不要烤了吃啊？哇，你要的鸽子。这是飞鸽传讯吧？你要不要打开看看呀？那可不好。既然是正事，还是放了吧。也不知道这是要飞去哪里。轩辕家的鸽子，你说能飞去哪？这江湖上的事儿，我不太清楚。走路小心点，别掉下船了。多谢青鸟姐姐关心。赵凯怎么收买你的？回前辈，他答应给我白帝抱不绝。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确实想要，但我更想活着得到他。若我帮他害了世子，北凉铁骑会追我到天涯海角的。你怕徐骁？也怕质子。哎，我说你让我见赵凯，算是试探我？不是。这一路走来，是我欠您的，您不欠我的。所以，无论您之后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欣然接受。那我如果答应赵凯让他杀你呢？他要杀我，本就该我自己接着。还是那句话，您不欠我的。我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，凭什么人人都帮我，人人都救我？还挺会说话的。肺腑之言。你先出去。把两袖青蛇各一件开天门使来看看，让我瞧瞧你有多笨。在这儿。有我在，你还怕船漏了？快点！出什么问题了？建州一塌糊涂。惭愧。不过气势倒是对了。这算是夸吗？到了武帝城之后，我打算跟王献之再打一架，报当年断剑之仇。也没什么仇。本来也没这个打算，这不是机缘巧合重回剑仙之境吗？就想打一架庆祝庆祝。毕竟天底下有资格与我交手的也没几个。我赌你赢。输赢不重要，打得尽兴就好。倒是你，自己要小心点啊！我和王献之交手，必将全心投入，到时候顾不上你。你安心打架，我能护住自己。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，你帮我把两袖青蛇和一剑开天门传下去。别这么晦气。我这一身什么都没留下，就留下这剑术和剑意。本来以为找不到传人了，可偏偏老了，又遇到了你和江米。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。我这剑士传不传也不重要了。时光飞逝，等再过个10年100年的，我这破剑士谁会在乎？我来传剑。那我这一战就再无牵挂了。有信鸽归赵，哪来的？是北凉世子那艘船。
备船吧，咱们欠的人情该还了。是。借江入海，这一路行程终于到了终点。是啊，这就是武帝城。那上面是什么？这是数十年来无数江湖高手登城求战，无人能战胜王献之。这城墙之上，便是败者留下的兵刃。老黄的剑匣就在那儿。怎么了？连棋都不下了？暂时看不清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有你看不清的棋局？张居禄给陈之豹送来一封信。是吗？信写的什么，并不重要。他是想让我对陈之豹心存猜忌。这个张宰辅啊，梳理国事算他是一把好手，但论起勾心斗角来，就这重了。这不是诡计，而是堂堂正正的落子。信不重要，你跟陈之豹的反应也不重要，他只需要北凉军中将校知道陈之豹收到这封信就足够了。只要我虚肖不死，北凉就乱不了。你回北凉以来，陈之豹就没有出过自家大营，现在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人还在不在营帐之中？你看不清的棋局，不会指的是陈之豹吧？是你儿子，凤年，咋了？这是他东行后一路所行之事。轩辕家，龙虎山。我也是前后串起来看，方能猜出他想做什么。这臭小子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连你我都能瞒住，哼，青出于蓝呐。这才是下一任的北凉之王。你娘死了，我过来了。大将军，三军将士已集结完毕，随时开拔。请大将军下令！请大将军下令！请大将军下令！可是你还有爹，还有姐姐，还有弟弟，人家就剩我一个人了。
算来，他应该到武帝城了。相隔千里，我们也只能等个结果了。下船后到月行津驿斩查，便能进城。不走那边，那该怎么走？绕路，走西门。好。西门有什么特别？老黄就是从西边进的城。这城门无人把守吗？武帝城向来城门敞开，没有护城之军。王先知一人便胜一军之力。您看这画眼熟吗？这画这字都熟，这不是去龙虎山那个小和尚吗？也来武帝城了。龙虎山怎么是这风格啊？他这么在城墙上乱涂乱画，武帝城的人也不擦了。王先知不在乎这些，这字儿。算了，不管他。咱们进城。世子，还是让凤子营跟着吧。凤子营进城，就真成了北凉宣战了。那边就是登上武帝城墙的路。武帝城有12武奴，都是败给王先知之后，心悦诚服、心甘情愿地留下来替他守城。这些就是？对，按理说，这12武奴应该镇守五楼啊，要一层一层的打到楼顶，才能有资格挑战王建之。怎么都在这儿了？改规矩了？他们在看我。谁都知道你来拿剑匣，他们要拦我。你以为呢？还能怀你啊？要不咱们现在就上去，直接把剑匣抢回来。不急，先跟着老黄的脚步走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们到底在看什么？老黄跟王先知决战之前，在这儿喝了最后一碗酒。
借几文钱。怎么了，魏爷爷？让世子自己去吧。可别来晚了。不会，李淳罡与王仙芝动手，不可能这么风平浪静。我们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？桃花现神。邓太阿，主将红甲，见过前辈。前辈不进城吗？我若进城，里面2位无法尽兴出手。是。这位也来了，武帝城怕是要打乱。越乱越好，先找到徐凤年。这位公子，要点什么？有酒吗？有，各地名酒都有。公子想要什么？老黄当时喝的什么？什么老黄？干干瘦瘦的老头，背着个匣子，曾经在你这儿喝过酒。这，喝完酒之后登上武帝城楼，和王仙芝交手那位。献酒皇，一招见酒6千里，震惊天下那位是吧？那您可算是找对地方。当时那位前辈就坐在此处饮酒，之后这才生出那般豪气，与那王献之斗的是天昏地暗、日月无光啊！他喝的什么？我记得是黄酒。给我来一壶。好嘞，您稍等啊。公子，2个碗，谢谢。这放在这儿。公子您看，要点什么下酒菜？他当时做了什么？他说我家酒好。还有呢？之后这就没什么了。再想想。我想想，要了2两黄酒，半斤卤肉，还有还有1碟花生米。他还做了什么？之后就坐在此处，一直望向北方，还频频举杯，好像是在敬酒。我陪你喝。
看着是一个普通的马夫，他和世子本来也就是普通的主仆，然后世子离开北凉，3年游历，这3年他一直陪在世子身边。全吃了，好撑啊！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少爷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。慢点吃，都是你的。少爷，这场特别难吃，看。老王。世子那时不知道老黄有绝世剑术，在世子的心里，剑九黄这个名字不重要，一直陪着他的是马夫老王。他是世子的同伴、友人，到最后也成了彼此的亲人。